我而家倒水加支維生，加支蛋白粉，攪勻佢，再倒蜂蜜。每天起床沖啲蜂蜜，潤一潤喉。哇，好飲！每日起床食一杯蜂蜜，非常之潤喉，又好舒服。嗰啲蜂蜜啊，食一日半日你就麻覺着咯。一食成大3大4日氣，嗰啲口氣又清新咗，嗰啲腸胃呢又舒服咯。講話佢有啲蜂蜜嘅味出嚟，所以你睇我啲面色係經常食蜂蜜。單獨食蜂蜜呢有啲難食，所以呢我又加啲蛋白粉啊，加啲維生啊，話你哋要沖熱食咯，好冇？放啲蜂蜜去加落沖，又好食，味道又好，又好適應，好似我哋嗰啲人食定嗰啲長期食蜂蜜、棉花粉紅，嗰啲黑豆都少好多。人嚟講啊，你每天堅持早晚食一杯蜂蜜，一個月見效非常之有效喎。你哋要試試。